第2章第1节，毋知建效的国家着自治，伫命令还未发出，日子还未亲像粗糠掰去，上主大受气还未到，伊受气的日还未临到恁以前，着赶紧自治。地上所有卑微遵趁上主命令的人，着祈求上主，找公义，求谦卑，安尼伫上主受气的日，恁才通逃避灾难。迦萨未受气杀，阿是基伦为荒废，阿是顿为伫头中道受赶出，伊吉伦为互人联军扣起来。住伫沿海的基利提人惨啊！非利士人要住的迦南地啊！上主对恁宣判讲：我要撤退，甲恁走灭，无人留伫遮。沿海的地为变做草场，变做有牧者的草寮啊，有羊条。这个地为归互犹大所剩的子民，因为伫遐饲羊。因下昏时，因为伫阿是基伦的厝休困，因为上主因的上帝为照顾因，互受掠的人倒转来。我有听到摩押的侮辱，亚扪人的铁笑，因侮辱我的子民，恐吓要侵占因的国土。因为安尼，上主万军的统帅以色列的上帝安尼宣告：我以我的性命立誓，摩押会亲像所多玛，亚扪人会亲像蛾摩拉，刺皮满四界，遍地有盐坑，永远荒废。我所剩的子民会甲因抢夺，我国内留落来的人民会侵占因的土地。因受到这个报应，是因为因骄傲，因侮辱、恐吓上主万军的统帅的子民。上主要对因显出威严，互世上的神明衰微。列国甲前海岛的子民，拢会伫家己住的所在敬拜上主。古实人啊，恁嘛会互我的刀刣死。上主要伸手攻击北方，剿灭亚述，互尼尼微荒废，亲像大索的旷野。各种的野兽会归群歇伫遐，鹈鹕甲河猪歇伫条泽顶面，窗仔内有吼的声，雨灯毁坏，白香插棒露出。这个宴乐安然徛起的声，捌心来讲，我是全世界上伟大的城，但竟然这么荒废，真做野兽休困的所在。对遐经过的人，拢会害头啼笑。